每年有數萬學生應考 DSE， 英語科評分標準成績分為 U 至5星星共8級，要入大學英文需達3級，但係不少同學對評分準則模糊，尤其是聽說讀寫4卷，如何評出每一個等級？如果我話你知英語評分一知半解，可能令到你入唔到大學，你仲會忽視佢？大家好，我係陸雲娜，歡迎大家收聽 WR 英語整合法嘅頻道。今集我會拆解邊啲人先至真正攞到5星星，又會話你知有啲人英文好叻，但係又未必攞到5星星。DSE 英語分8個等級，由 U 去到5星星。甚至有啲頂級高手都會失手。你可能會問，唔係考卷就係睇叻唔叻咩？其實唔係，我會用主觀評分同標準答案兩個 technical terms， 等你用睇波睇賽事咁易明。主觀評分就好似裁判判罰，有啲灰色地帶；標準答案就好似數學有標準答案，一係啱，一係錯。我會將大家對傳統評分機制誤解拆解，仲會送你一個升級英語成績嘅方法。準備好未？即刻入主題。大家有冇發現，好多學生都知道數學科錯幾多題就唔能夠攞5星星，但係如果問佢哋英文點樣可以攞到5星星，佢哋就會答唔出。佢哋會解釋話因為數學係有標準答案，英文就冇揦。又或者佢哋會話勁咪攞5星星咯，咁點先至為之勁呢？其實英語卷有主觀評分同埋客觀指標。就算係主觀，你都可以用客觀技巧應付，只要你識得睇透評分準則就得。諗唔諗到分數高低與能力無絕對關係？我30年教書生涯入面見過唔少真人真事分享。第一個例子，一位英語老師平時句法用詞極犀利，但參加教師基準評核，寫作竟然唔合格。第二個例子，一位代表香港參加亞洲賽事嘅學生，體育公開試都唔合格。最爆係陶傑，文壇才子，當年曾經將自己通識科試卷用匿名方式俾考試局3個老師睇都過唔到關，唔合格。點解一個公認高手都過唔到關？評分準則先係關鍵。結論係考試唔係鬥高手藝，而係鬥識唔識跟規則玩。贏在知道自己要達到咩標準。你想攞 Level 3僅僅夠入大學嘅資格，定係攞5星星？其實英語科評分有跡可尋。評分其實分3大範疇 ：grammar 語法同 sentence structures 句子架構係重點。如果你 grammar 句子架構全部都搞掂，先有機會攞 level 5星5星星。level 3或 4最少要文法正確同句子有變化。level 2只需要句子結構基本到位。U 或 level 1就係文法亂晒龍，望落去根本就係中文唔係英文嘅句子架構。你或者會問 grammar 係咪只要少錯幾個字就得？其實唔止係講整體，用得自然有變化。句子架構就好似砌 Lego， 要多變之餘又要企理。知識點語法精確度等於文法無誤，結構多樣性等於句子唔單調。今日同大家拆解咗 DSE 英語評分，其實考試唔單止鬥知識，更加要鬥熟規則。3個 tips： 1. 分數背後有嚴密準則，唔係隨心所欲。2. Grammar 同 sentence structures 係你升級必要裝備。3. 高手都會輸喺唔識標準。你今日做一件事就係一份你舊作文，拎住 marking scheme 逐個範疇對落去，睇下自己邊度未達標。你可能問，咁下一步又點做？下集我會詳細講解 DSE 英語4卷，聽、講、讀、寫，每卷點樣拆解評分準則，教你針對性升分。想知更多 WR 整合法實戰技巧，記住留意我哋 podcast， 下次見，唔好錯過。